以下係男子 U14 1500米決賽成績，第3名郭柏賢 CSWAC 成績5分14秒98，第2名蔡傲賢 PAC 成績5分13秒81，第1名黃星浩 HKMS 成績5分02秒27。On your mark. Set. 以下係男子 U18 1500決賽成績，第3名葉雲軒 WAC 成績積分24秒，第2名羅俊林 WYOFF 成績4分22秒60，第1名黎俊明 WAC